早早，欢迎收看今日9月初1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苏达伟昨昏伫一场时事研讨会，讲到重新对台政策，伊强调对台6项保证的备忘录，嘛讲破坏稳定的是中国的北京，毋是台湾，嘛毋是美国。伊也感谢总统蔡英文开放美国牛肉、美国猪肉进口，嘛希望台湾会当成做美国更较重要的贸易谈判。由华府帝国传统基金会办的时事研讨会，台湾时间31号举行。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史达惠表示，美国最近对台政策做调整，主要是北京的威胁增加。In recent year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targeted Taiwan with diplomatic isolation, bellicose military threats and actions, cyber hacks, economic pressure, United Front interference activities. These actions challenge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Western Pacific. So we must act to restore the balance. Other peace-loving countries should do the same. 史达伟肯定台湾的防疫表现，也强调台湾伫咧高科技产业、甲美国半导体技术供应链的重要地位，也欢迎总统蔡英文顶礼拜宣布取消美国猪肉、牛肉进口管制。This important announcement has been made. I would expect Taiwan to become an even more important trade partner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farmers and ranchers, I would like to thank President Tsai for demonstrating vision and taking these bold steps. I'd like to close by reflecting on Taiwan's role in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has long worked to elevate Taiwan's profil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咱国驻美国代表邵美琴加经济部长王美花要参加这场研讨会。王美花向美国提出希望台美签署双边贸易协定的立场。主持人问台美贸易逆差要哪解决？伊讲这是因为台商回台造成贸易赤字。不管是在过往我们长期都大量的来采购美国的农产品，我们也扩大从美国采购天然气跟这个相关的原油。另外一个就是可以比较健全的发展，就长期的供应链的这个合作，我想是不是也可以适度的来缓解这样的问题。史达伟也宣布，美国加台湾会办一场经济加商业对话，由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成长、能源加环境的促进凯斯克拉奇主持。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目前伫关岛北边的海面上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这2天会发展做第10号的风台海神。咱来看云图，这个热带性低气压若准变风台，伊的强度真强，范围嘛真大，可能伫这个拜6礼拜会影响日本，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若风台梅沙，可能伫今仔日会发展做强烈的风台，伊的外围环流会继续影响台湾，所以伫今仔日北部、东北部有低暂阵雨，而且爱细致上大。气象局有针对大台北地区发布大雨特报，爱细致单位讲甲强阵风，其他所在是侪云。暗过过昼了后，伫南部各地山区有西北风。伫温度方面，报道雨的时天气较湿热，各地高温大约是33度到35度。伫宜兰、花莲、台东、甲金门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顶礼拜受西南风影响，台南的雨势度较真大，台86线车路即马是严重受损害。公路总局随去补车路，3天内补买200窟啦。台86线车路路面是立一空一空，公路局第5永和处新化工务团人员并时咧赶工，赶紧要甲立落去的蚵囤起来，3天就收咧变200位，就惊补无好势，车驶过去会造成安全的问题。让民众觉得不安全嘛。当然会害怕，因为一定会受伤嘛。对，这个要靠看他们施工的，要不要自己检讨啊？最近的因为天气热后又下雨，热胀冷缩的一个情况非常严重，所以基本上某一个局部会比较会容易坑洞，那我们也是在了解中啊。新化工务团表示，台86线是台南真重要的东西向公路，每天有10万的车流量在往回，使用量是真大，加上拢是重型车在驶。便若是小连续落雨，点仔加就较高雨气，尤其是仁德区，顶礼拜3甲拜4累积的雨量超过300毫米。天气热，路边的温度悬，若拄着落雨，对车路影响是真大。目前上要紧的是先确保用路人的安全。大概在西行线里面比较严重一点，大概有100多啦。那东行线
没有那个事情是那么严重，大概只有它占1/3左右的一个程度了。台北16线一旦出现凹凹，就会请报告机内厂商先用暂时性的点仔杆南安本土冷料来补成应急。等天气较好咧，随甲路边切开，拍饼完成抢修。养护单位嘛，当地研议，未来要扣掉顶风的工程新做法，明定契约，要求厂商伫咧2年的报告期内爱做好巡查，随时甲纳落去的空补起来，提升道路品质。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香港，香港对今日开始要进行免费的自愿体检，已经有55万人去注文。那昨昏8月31是太子站事件满1周年，不少民众去现场悼念。不过香港警察是以违反限聚令做理由，将人赶走。到站11点，尚无有14个人被抓去。香港83届太子站事件1周年，网友就伫咧几落地点聚集悼念。警方也伫咧旺角到太子附近加强巡逻。31暗，警方伫咧旺角拘捕一个查甫人时阵，警察甲伊做伙一个有心的俘虏扭开，发生屠杀的冲突。在混乱中，这位有心的俘虏绊倒，目睭还佫予警方的护照喷雾剂喷到拔袂开。好佳在送医了后，无仔囝拢平安。到昨晚11点，至少14个人被逮捕，还佫37个人违反限聚令甲挂水烟的规定被开单。留所之後，先知道網上流傳佢已經死咗。去年83月，警方將日記港鐵的車廂無差別攻擊市民，不得電下，互參加反送中嘅民眾正生氣，甚至懷疑迄間到底是唔是有人因此死亡。各位香港人，你哋好啊！我就喺過去1年一直存喺太子站裏邊失蹤咗嘅人。喺網上面有人會叫我太子漢堡生或者係大眼義士。已經失蹤1年的83月事件被逮捕的查甫人王無准，佇社交媒體講家己互警方控訴8項罪名，即馬已經流亡到英國尋求政治庇護。為了要保護出來人甲朋友的安全，才一直攏無澄清家己失蹤的傳聞。台灣有超過300位民眾看海聲援香港。香港自今仔日開始14天嘅武漢肺炎破台，已經有55萬3000多位民眾有救。全香港總共141個社區檢測中心，動員超過6000位醫護人員。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對香港殯儀管理局嘅員工頂線無支持計劃，也個叫大家反對，批評這正明顯是政治手段，對家己不利，也對社會有負面嘅影響。記者綜合報道。香港的疫情拖環頭，加上港版國安法實施了後，即馬上街路抗爭的人愈來愈少。不過有一個17歲的香港少年家，伊堅持就算只剩伊一個人，伊嘛要抗爭。伊定一個人佇街路拿話口號，堅持5大訴求，一項攏袂使欠。這個少年家伊是講，伊毋是毋驚，伊嘛捌被抓過，也毋過伊親身知影講警察濫權，所以更加應該站出來發聲。本來身軀邊真侪同款理想的人，一息尚存，抗爭到底。這麼一個人佇咧路的話口號，雙手比出5大訴求缺一不可的手勢，是香港17歲少年李國勇。香港人該叫做浪出兄，因為佇咧過去半年來，只要路的有家己浪出食到的抗爭活動，一定會看到伊。雖然抗爭的人愈來愈少，港版國安法又閣實行，伊也是堅持理想。5大訴求。缺一不可。一個人共款互港警調，7月2日白沙人攻擊事件周年迄天，伊坐地鐵到元朗示威，一出站就20幾位警察給抓來。唔係咁，有咩講一講？我係違反咩法例先唔好入得嚟先？頭先已經講得好清楚啦，警告已經俾咗你，而家最後就係唔可以入村嘅啫。你去散步可以去其他地方度散。互港警黨也無改變伊示威嘅決心，伊走去元朗嘅警署。叫警察愛交代伫咧1年前失蹤，一個惡毒攻擊民眾嘅代志，不過當然也是無回應。我希望其他香港市民見到遇到一啲唔公義、唔合理嘅事，都唔好啞忍，一定要作出投訴，一定要追究警方濫權嘅行為。李國勇一個人嘅抗爭唔是第一遍，過去幾個月，伊幾多遍一個人伫咧路嘅示威，有人解笑，有人解加油。只有無罪。喺1年時間由好多人變人少，呢個感受一定係有少少難受㗎啦。但係我覺得抗爭唔應該在乎人數啦。李國勇唔是唔驚孤單，也唔是袂擔心被抓，不過這款情緒喺今年6月有變化。今年6月25號啦，警方就以
明年嘅最嚴拉翻我啦。咁呢樣嘢亦都係令我好驚訝啦，因為當時以我所知我未出嚟行嘅。这边大埔和李國勇更加堅定抗爭，就算有國安法嘅威脅也唔驚。如果驚咧，咁就好難再有機會再出翻嚟。如果而家我哋退咧，冇後路噶啦。我諗過1年之後，我哋一定會再有機會俾我哋出翻嚟，一定係會更加俾人清算得更加嚴重。李國勇希望伊嘅一人抗爭，會當讓更加多人回來，為香港嘅未來而戰。以8月25號港警指控擾亂公共秩序，國被抓。在出庭時陣，照管理俾出5大訴求，缺一不可嘅手勢，而被保釋。香港未來係要香港親手去改寫啦。我希望嚟緊可以多啲香港人願意再次行翻出嚟，為我哋應得嘅嘢去爭取我哋應得嘅民主同埋自由。記者綜合報導。世界鄉親做伙來關心今仔日的早報重點，咱先來看《中國時報》。當電水利會長改官派嘅證據，國民黨嘅立委林為洲帶頭加強38人，頂個月向大法官申請大法官解釋。不過大法官是認為講，申請人無適合是審查法案嘅立委，而且若有問題會當先去修改法律，所以無決定講無要來受理。不過林為洲講伊無法度接受。來關心《自由時報》。日成金化工買賣已經化幾啊檔啊，昨昏傳出有人願意買啊，可能是中信金，也是泰國國防政界集團。金管會嘅主委吳天木是證實講，銀行局即馬斷地審理。來關心聯合報，台北市文資審計委員會昨昏投票決議1962年企業故宮博物院將館登錄做歷史建築，而且繼續嚟做文化景觀。不過邊仔建築物無法度登錄做歷史建築，所以是無算古蹟。故宮老員工甲附近的民眾攏感覺真遺憾。另外，在華山的文創園區邊仔嘅昭和樓，嘛成功登錄做歷史建築。來關心文化部第2批紙本的藝放券，將是按算要分60萬份，1份600塊銀。昨昏開始登記，不過只限制65歲以上、18歲以下，也是身心障礙者才有資格去登記，會使登記到9月初6。交警部卡插入去數不機操作，這個動作唔乃當移過取驗，可以當登記紙本的藝放券。藝放券2.0從今天上午9點開始開放申請，民眾只要持健保卡就可以前往4大超商或者是官網來操作使用。因為第一波藝放券需要掠手機2體才會當登記，對網絡弱勢族群不利，所以新版使用是超商甲官方網站登記。若是第一波無抽到的人是65歲以上、18歲以下，或者是身心障礙的朋友，攏會當申請。應該不會。為什麼？就覺得家裡長輩應該不會去注意這個。會啊，會想申請啊，只是就第一波忘記申請啊。只能幫家裡面看有沒有長輩或是。對，我會把長輩都申請起來。新版的藝放券會當申請到9月初6，符合資格的民眾會當在這禮拜早起9點到下午9點登記。文化部賣在9月初8公開挑出60萬的名額，而且在初9開放領券，使用期限到明年2月底。記者綜合報道。來關心全世界武漢肺炎的疫情也在增加，即馬在全世界確定病例已經超過2541萬例，死亡人數有84萬人。咱來看最新的統計，咱台灣昨昏無新的病例，共款1,488例。中國嘅病例有85000多例，香港有4800多例，日本是超過68000例。目前在全世界疫情上嚴重嘅前3名是美國、巴西甲印度。美國已經超過620萬例，巴西超過386萬例，印度超過362萬例。在歐洲嘅國家西班牙已經超過46萬例，英國超過33萬例，在法國超過31萬例。中國甲印度6月份的時，佇邊界發生衝突，造成幾10個阿兵哥死亡。2個月過去啊，緊張的情勢無轉好。印度媒體即馬報講，印度軍隊有偷偷派軍艦去南海，要監控中國的海軍。而且昨昏，印度的軍隊是指控講，中國的解放軍佇邊界增加兵力，不過中國是駁回講無這款代誌。為了要悼念6個佇咧邊境衝突亡生嘅士兵。印度總理莫迪幾天前特別去邊境城市拉達克獻花。8月30日，印度國指控中國解放軍在巴拿透米增加兵力到辦公錯誤南海，要強佔有爭議的領土，不過無發生衝突。
Indian Army soldiers have resisted the Chinese in altering the status quo. As we speak, it is said that brigadier level talks are going on in Chushul. How far they are going to be successful is a matter of question mark, because so far 6 rounds of military general level talks have failed and they haven't achieved anything worthwhile. 不过，中国解放军也做出同款的指控，讲伫同一个地区的印度军方非法越界。中国边防部队一贯严格遵守实际控制线，从未越线活动。中印紧张情势已经超过2个月。印度媒体亚洲新闻国际通讯社引用政府的消息，伫甲曼国冲突了，印度派军舰部署南海，继续甲也伫咧南海部署的美国海军联络。 并且就有例行演习，了解外国军舰的活动。伫马六甲海峡也看到印度海军，也是要监控中国的海军。另外，印度的新冠病毒疫情，伫礼拜宣布单日确诊数创全世界单日新高了。伫8月通报病例有超过78000例。伫政坛已经超过50年的前总统穆克吉8月初10，因为脑部血栓动手术，断院的时阵也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穆克吉细胞感染了，病情一直恶化，并且出现败血性休克，30日不幸过身，享年84岁。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白俄罗斯民众不满，因的总统卢卡申科伫总统大选用无正当的方式连任，民众嘛连续4个礼拜拢就行路抗争，也毋过卢卡申科无爱甲反对派谈判，甚至阁派战车驶去市区。 一台战车伫咧明斯克街路出现，互白俄罗斯的情势更较紧张。当地因为总统大选作弊所引起的示威潮，顶礼拜日进入第4周。伫总统卢卡申科强势压迫之下，反对派民众毋若逐礼拜拢上街路。顶礼拜日抗议的人数嘛达到10万人。 因为8月30日拄好是卢卡申科66岁生日，民众嘛用特别的方式来甲伊祝福，除了准备特殊的卡片来甲伊寄，嘛大声喊讲“鸟气生日快乐”来回击卢卡申科，骂民众是一顶鸟气。啊，毋过民众爱面对的是恐怖警察。 除了当地广场摆互民众入去，警方嘛出动便衣伫街路四界抓人，上无125个人去防抓。另外，当地媒体阁翕到上无8台战车驶入去市中心内底，情势向变甲真紧张。当地广场无法度入去，民众转换去总统府外口，而且要求要入去对话，啊，毋过去互总统的助理挡落来，而且阁甲示威的民众冤家。 Вы должны понимать, что все, что вы делаете, эт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процесс.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процесс, он всегда карается. И вы это должны понимать. Вам говорят, давайте делать это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ым. Так давайте. 面对过来反对的声音，卢卡申科坚持选举无作弊，抗争是外部势力煽动，拒绝甲反对派来谈判。而且伫这时阵，外交部嘛以反对恐怖做理由，撤销包括 BBC、法新、美联社等等真侪国际媒体记者的采访证。另外，克里姆林宫嘛公开挺卢卡申科的态度。俄罗斯总统普廷毋但祝福卢卡申科生日快乐，更邀请伊来访问俄罗斯。普廷顶礼拜嘛已经表示，若是有必要会提供卢卡申科军事协助。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日本，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对外宣布，因为健康的因素被请辞了后，想要来接手。根据日本媒体即马报讲，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有表达意愿，而且有得到党内前辈的支持，赢面较大。为执政到在野，搁倒转来执政。自民党总裁选举，会使讲拢有食谱幕的参与。即届因为安倍晋三提前辞职，食谱幕搁一届出来，并未互人感觉意外。根据 NHK 电视台的报道，自民党会甲党籍参众议员大会为9月13延到15，到时会选出党的领导人。也若在野阵营方面，当初由民主党分出来的立宪民主党、甲国民民主党等等的在野党，按算伫咧16正式成立新的政党。也若17个国会临时会会正面对决，选出新的内阁总理大臣，也就是首相。因为自民党基本上也是国会的多数党，当选总裁就等于是当选首相，所以即届总裁选举拄开始会使讲是侪人竞争，不过伫咧几工了后，3个主要的竞争势力已经真明显。石破元幹事長は過去の総裁選挙で党員票がトップに立ったこともあるほか、世論の支持も高いとされます。岸田政務調査会長は前回は立候補を見送っただけに、今回は不退転の決意とみられ、安倍総理に一貫して主要なポストに起用され、信頼も厚くありました。
菅官房長官は内閣の番頭役を務めたことで、政権の継続性に期待する声が出ていまして、二階幹長も立派な指導者などと高く評価しているんです。产經新聞甲時事通信社的報道指出，食譜無幾啊屆公開批評安倍的政策，佇個黨內就敢若是政治的固照。雖然有過黨員票第一的記錄，不過這屆總裁選舉可能會以時間未赴的理由來取消黨員投票，也就是由黨籍國會議員當場選出總裁，會使講是以制度封殺食譜無。総裁を決めるにあたって民主主義に戻るようなやり方をすることがあってはならない。也若顏電文向帶領的派系紅地會，雖然人數有47個人，不過因別個黨內的頭人並無順利。時事通信社的報道就指出，安倍長期擔任首相，在伊持利益的前提之下，就算捌甲關議委無下的麻生太郎，攏傾向予伊支持。所以這段時間，差不多逐工攏出現在記者會頂懸的內閣發言人，會使講伊罷免會成做新的首相。記者綜合報道。由英國嘅國家贊助嘅一隻民間嘅救難船佇意大利發生事故，船頂有49個非法嘅移民，因為內底有人需要送病院去治療，所以即馬佇意大利南部上岸。毋過上岸了後，這人嘅車清大問題攏愛地方去發落，所以嘛引起當地民眾嘅抗議。Noi qui siamo per la pace, vogliamo soltanto che i clandestini tornino indietro, perché siamo stanchi. Lampedusa stasera dice basta. 抗議民眾提着風扇頭畫出抗議的訴求，認為政府只是以人道為名，將問題等予地方去面對。時間等到當地29拜六，畫面上這隻駕幫客滿了人，都是由英國藝術家班克斯製造的救援船米歇爾號。外電報道指出，容量無大的米歇爾號載了350名非法移民，大大超出這隻船所當承受的能力。船員透過推特發出化求的信息，要求意大利予已經得到各種疾病49人會當上岸接受治療。不過西西里的蘭普杜薩島民眾認為不應該去接受任何非法移民，有民眾無曉得倒佇塗骹，想要阻止當局強迫因接受外來的非法移民。Stasera Lampedusa dice basta. Stasera Lampedusa dice basta. 另外，其他的非法移民有150人轉移到由民間人道組織包組的海洋觀察四號。雖然目前留佇船頂的移民狀況也算穩定，不過海洋觀察四號的工作人員指出，若講無外界的支援，因無法度長時間載着這麼多非法移民漂流佇海上。今年行地中海路線的非法移民已經超過4萬人。聯合國相關機構有統計，其中已經有443位難民失蹤還是死亡。記者綜合報道。今日國際上還有啥物大代誌？咱做伙來看世界。中度風颱梅莎掃過日本沖縄縣、本島甲宮古島，攏已經佇暴風範圍內。當地超過37000戶失電。日本的氣象廳是呼籲民眾愛細緻強風大雨。台灣前捷克參議院議長帶團來咱台灣訪問，中國外交部長嗆聲一定要予捷克付出代價。德國嘅國會外交委員會主席對中國這樣壓迫真不滿，呼籲歐盟立場愛一致保護捷克，唔通去予中國報復。中國嘅學者佇美國偷摕機密資料嘅代誌日頭發生，美國嘅國務卿蓬佩奧已經表示講，美國總統川普當地考慮限制中國學生也是研究人員去美國，短期內就會提出相關嘅措施。來關心，咱總統蔡英文已經宣布講，對明年開始要開放美國豬肉，嘛要擴大開放美國牛肉這賣台灣。也毋過美國豬肉有3肉種，引起民眾的疑慮。衛福部長陳時中昨昏是表示講，咱台灣必須愛甲國際相接，才會當摕到甲人談判的國際地位。爭議10年，含有萊克多巴胺6300種的美國豬肉，甲30個月以上的美國牛肉，自明年元旦起將會當合法進口台灣，引起民眾對食品安全的疑慮。對此，衛福部長陳時中拜一就廣播節目親自說明，針對外界質疑衛福部到底有偌濟決策權，陳時中無正面的回答。你被告知還是被討論？我想這個裡面有差距的。那這個問題恐怕要問總統吧。對，他會找我們談一下這些事情。哦，這件事情是總統召集你們談的。那或者我們院長也會來談這個事情。
另外，美牛公牛症的风险，但市长表示，时间已经过遐尔久啊，即马风险搁较低。也搁有外界也好奇，开放美猪美牛进口台湾到底换着啥物？但市长表示，健康是袂当交换，也毋过台湾需要甲国际连接，互台湾伫国际上有一个地位。这是以前在议定书里面就已经答应的事情。如果一个国家的履约的能力都没有办法被国际认同的，其实我们是寸步难行了因为有部分县市首长已经表态坚持3马精零检测标准，未来可能出现中央地方无共调的情况。但市长表示，食安政策由中央统一制定，地方政府应该会认同，袂当由台湾的后卡。近来会选定在发给传统市场等示范区，要求所有线装的甲包装食品需要标示产地，后民众有选择权。选定一些地方做一些示范。然后也吸取大家的经验，让民众了解说，这样子标示大家够不够？这样看得了解吗？是不是能够避开，能够尊重大家的选择权？但市长强调，过去美牛已经做过用分量评估，即马是要评估美猪的莱克多巴胺用分量，保证美猪进口量占国内市场1成。伫北内也会当进口，也毋过无人买，所以无进口。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明年要开放美国猪肉进口，咱国内饲猪业者是真烦恼，讲这个影响可能会比口蹄疫更加严重，甚至有业者嘛讲，咱台湾饲的成本较悬，饲料嘛拢对美国进口，即嘛咱政府对美国扑扑塔塔，等于是牺牲台湾的猪农。有3百种的美国猪肉就要进口来台湾，互台湾的猪农真烦恼，台湾猪肉的价销是完全无竞争力。到时像肉包、水饺等等食品加工业者，或者是餐厅、团体用餐等等，若是受到价销的影响，可能就会改用美国猪肉。我们的成本都是高于在65块以上的，所以这个竞争力事实上就是会影响到整个猪农的生计。万一商人都是使用美猪的话，那国内的猪价一定会崩盘。而且我们在宜兰的话，成本价高的1-2块钱，所以说要跟美猪竞争啊，台湾真的没有竞争能力。这个美猪进来，它是应该是比口蹄还惨。中华民国饲猪协会捌指出，台湾饲的猪1公斤的成本价是60块左右，不过美国猪肉进口的价销1公斤成本是30块至40块，是俗的一半。是安怎台湾饲猪成本这么悬？婚林猪农分析，台湾的天气真热。较会去喂着病毒或者是细菌，这拢爱开成本来维持猪的健康。过来就是饲料，大部分拢爱甲美国进口，所以成本一定比人较悬。饲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我们没有一个玉米是台湾生产的，这个价格从他们美国带到台湾来就已经很贵了，还要加运费。我们这是只会去讨好别人。30亿宜兰甲婚林的猪农，拢去地方政府表达因的不满。猪农话嘛讲了真重，批评台湾甲美国扑扑塔塔，牺牲农民的权益。宜兰的猪农要求讲，若是未来猪肉面临着价销的挑战，政府应该要想办法保障价销，而且比较非洲猪这防疫的模式，做应变小组来解决美国猪肉进口产生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这届捷克访问团当中，成员内底有一个是首都布拉格的市长赫瑞普。昨昏，伊伫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陪同之下，因做伙去参观台北市立动物园，有讲到拉里借去捷克动物园生团的代志。赫瑞普参访的时，拄好看到拉里在食物件，伊心情真好嘛，甲伊做伙翕相。今年初台北市长郭文哲去布拉格，双方除了签姊妹仔市，嘛有签署合作的协定，其中有一项就是2市的动物园要做伙合作。台北市会送拉里甲协助讲安那市和布拉格，成做德国莱比锡动物园以外第2个有咱台湾拉里的欧洲动物园。捷克的参议院议长带团来咱台湾访问，伊昨昏一场演说，公开演说就伫政台举行。演说当中，伊是有讲，捷克甲台湾伫民主化过程有淡薄仔相像。虽讲捷克的总统甲总理，甚至中国拢无希望伊来台湾访问，也毋过伊讲，伊来台湾访问是感觉伊在做一件正确的代志。维持防疫社交距离，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甲外交部长吴钊燮手握敲对碰致辞。韦德奇来台第一场公開演講選伫政治大學舉行。V roce 1989
zachovali stejně statečně a sehráli obdobnou roli jako tajvanští studenti v březnu v roce 1990。为民主法律庭讲起，为了支持台湾甲捷克的共同点，而且改革组织拢是学生，感谢少年人争取自由。另外，捷克总理甲总统拢无建议访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毅搁较讲，甲14亿中国人民回答，为了其回应，访台是正确的代志。Českého senátu a i názor můj je takový, že v rámci parlamentní diplomacie je správné, když pojedeme na Tajvan. Ty důvody snad byly zřejmé z toho, co jsem tady říkal. Do jaké míry to ovlivní další život v České republice, protože si myslíme, že to je správný. A když budete dělat správné věci, tak krátkodobě se vám to může nevyplatit a dlouhodobě by se to vyplatit mělo. Může se stát, a s tím byste měli počítat, že už nebudete to vy, kdo bude sklízet plody. 捷克团访台唔拿政治层面的意义，学校认为，实质上对学术交流也有帮助。政大是台湾唯一一所大学跟捷克的教育部直接合作的，也是台湾唯一的大学有在教授捷克语的。大概有9位捷克的学生在这里读学位，他们会认识汉学，会认识亚太研究，会知道许多多跟台湾甚至南岛相关的历史和文化。也就是说，我们会为它打开亚洲。这其实是一个实质上很大的一个鼓舞。这个语言在台湾是有机会去做一些除了比如说教学研究之外，更实务的应用这样子。本来要申请去，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现在就不能去。再想办法到那边工作或读书吧。有学生拄仔转来台湾，也有人因为疫情影响无法度前往捷克就学。政大是全台唯一甲捷克教育部合作的大学，双方当年拢有学生交流，未来搁较规划相连3年学位，希望会当借着捷克团访台效应，为台湾甲东欧的学术交流拍下基础。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要提醒乡亲，交通部甲警政署合作，对今仔日开始要进行1个月伫咧全国路口安全执法，会针对车无让过路人，也是过路人弄红灯、无遵守交通规则这部分，在交通违规拢会抓较严，乡亲一定要注意。客运车司机要正月去弄到过车路的人，骑倒摆人看到雨地变化，加速通过路口，嘛去互汽车拄边仔弄到。还有2019年，一台轿车真假通过路口弄到当地过车路的查甫囡仔，送病医疗无救倒转来，交通事故一直发生。交通部甲警政署合作，拄9月初开始1个月路口安全大执法。该罚来罚啦，你行人你别罚啦，你行驶慢慢些罚啦，你过马路快一点啦，对不？你不要多多散步啊，对吧？人车嘛，太贵吧，大家挂时间。汽车应该要让人行啊，人行走过的时候，汽车有看到，有些是故意他开得很快的。撞到人怎么办？有时候是行人太离谱，滑手机就不对。警政署统计，全国交通事故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其中6成发生伫咧路口。若是路口行人窒息的事故，伊无注意车前状况，汽机车想要过行人的斑马线。行人无照规定过车路是3大主因。若是车牌让人，行人违反路权违规行为，记法事件拄104年87万外件，108年增加到138万外件，事故增加超过50万件。今年前半年嘛要到78万件。车辆不停让行人，行经行穿线不停让行人，跟行人违规的部分，我们都会来做一个执法取缔。若是执法要安怎认定？包括路口无人指挥的时阵，汽机车伫咧行人的斑马线顶过，需要离行人3公尺。伫咧3公尺以下会当处罚。若是经过行人的斑马线，无听指挥硬要通过，会当直接认定违规。路口若是无让行人，汽机车上悬会当罚3600块的罚款。毋过民众毋通叫是讲有绝对路权过车路的时阵，就伫遐耍手机啊，也是弄红灯。因为违规去用罚钱是小代志，严重的时阵可能会造成家己甲其他的人受伤。记者综合报道。南投竹山有民众招证人来联署，希望台中客运会使甲台中高铁台中站到南投竹山这条路线的尾班车的时间刷较换咧。台中客运是表示讲，若准民众有需求，会当参详，嘛会当调整。平常时下晡要为高铁台中站坐台中客运去南投竹山的乘客是无几个人。为高铁站往竹山的车帮，离峰时间2点钟一班，尖峰时间嘛要等点外钟。竹山的民众表示，车帮伤少，若拄着拜五，路人小可去牵着，就袂负坐9点的尾班车。
时间要抓得很紧，然后如果错过就是真的没了。你自己的经验是错过了怎么办？错过了就叫计程车啊。德山民众表示，要慢5分钟去到高铁台中站，车就安尼驶走。敢若会当改坐火车或者是其他路线的公车，为云林或者是彰化登去德山。一定想要改变现状的少年人，发起青人人士的活动，希望台中客运为高铁台中站发车的尾班车，车班的时间会当较晚的。很难回家到竹山的晚一点的班车，让竹山的子弟能够在周末回家。台中客运表示，为高铁台中站发车的尾班车，平常时坐的人数敢若10个以下，拜5才有机会坐到9成。若要延后车班到10点半有困难，主要是卡伫驾驶的卡手无够，佮加上这条路线的运量无稳定，要安排驾驶恐怕无遐简单。礼拜5会比较多一点，可是也没有还没有说到3班客满的一个状况。驾驶员工时的主要的原因呢，我它的载客运量来讲，并不如说，我们还需要再加人力。客运业者表示，英国要配合偏乡，延后尾班车的车班。不过，这个人敢若有3个至5个。若是德山的民众真正有需求，会评估申请变更路线，予台中转运站9点40分发车往德山的尾班车，增加停靠高铁台中站，予民众暗时10点进前拢有车通好坐。记者综合报道。若伫大东山区的武乐部落，即个庄仔头大无300人，毋过甲单已经有34个村民致癌死亡。有村民就表示讲，这拢是因为手机信号的基地台起咧遮所引起的。有立委即摆就邀请业者去部落听民众的意见。伫南兴山区的部落座武乐村武乐部落人口无够300人，也毋过有3座乡东通讯基地台，其中有2座就我见武乐国小甲教室距离无够500公尺，学校老师真烦恼，对学童健康影响。那能够让这个健康的条件，或者是基地台的一个设置有一个更好的处理。保证基地台发射的电磁波对人体健康危害也无直接证据。也毋过武乐村反基地台自救会就用手画全村家户有人着癌的地图讲，这20年来已经有34位村民着癌死亡，也佫有20位伫治疗中。也毋过也有村民无认同甲基地台有关系。家里都一样，都是癌症，很奇怪。要把那个事情讲得那么严重，因为现在大家都需要手机嘛，对不对？你没有手机，你可以生活吗？立委陈椒华32日邀集 NCC 原民会甲林务局等有关单位，到武乐村听村民对基地台意见，伊建议基地台爱改回强固，并且土地爱管理部落甲学校。比较远离学校住宅，你尽量设远一点。那多高呢？就是30公尺。我觉得公园地是第一优先的。也毋过，居民也是真烦恼电磁波会影响健康。陈椒华要求政府爱进行电磁波流行病学调查，也要求环保署制定电磁波长期危害人体的监测标准。记者综合报道。那伫桃园滨镇有一户人家厝内底有700多只兔仔，环境是垃圾里落，而且臭毛毛，佫有在生蠓虫，所以厝边斗是真困扰，向市府检举拢无结果。即马市议员是出面协调，初步已经协议厝主签切结书，动保处会找时间找相关单位来做收容，甲这兔仔带走。规厝间的兔仔来来去去，连边床顶都有。伫咧桃园平镇一个旧的人家厝内底，700多只兔仔，环境是真臭，阁真垃圾，蠓虫生甲规个，厝边头尾实在是真困扰，甲市府检举。不过真无奈，并无单位会当来斗相共解决。本来我那阳台站的早上还可以起来运动，现在没办法，那个臭气整个都上来，然后我的门窗都是关着，没有办法开啊，很臭啊。每次来叫他要清，他都说好，我要帮他清，他都说他自己会清，结果他就把它清丢在那里，不给我们动。好，我们也没他辙，所以请相关单位协助我们。10到200多丢在河边。好，现在还有几只？大概100只，对不对？70。母的70，公的30。这个老阿伯家己一个人住，因太太10多年前就往生，2个后生拢住伫下港，几啊年拢无转来。厝边讲，大家甲伊沟通，伊拢讲家己会清，结果拢无处理。桃园市议员黄建平接到陈情，30日早起，请动保处、环保局、甲卫生局等各单位去现场会勘。事主本人有一些精神的问题，那我们想请求他的家属
帮我们签切结，放弃他的这个兔子的所有权利。然后我们会积极找相关的单位来做一个收容。等到兔子都移置出来之后，里面的那个环境脏乱，那因为涉及到屋主私人的产权物权，我们也在协调说，能不能请卫生局，以这个防疫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规定。目前初步协议，动保处先做动物救济，请家属签切结书，再搁找相关的单位来收容甲安置。若后手环境卫生的部分，议员嘛会请卫生局以防疫方面相关的规定来协助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云林仑背中县市有一项100年的文化，就是拔米箩问龙师。验过即马做米箩的师傅愈来愈少，所以中县市就家己开课教乡亲安怎做，望讲这项传统会当继续传落去。甲米箩等起伫厝顶，看米箩落落来伫涂骹时阵是倒什么方向，来预测今年的农作物收成。这是照安客特有的文化，拔米箩，高达已经有100年的历史。安尼就是讲，唔通竞争啊。毋过，因为逐摆拢爱甲米箩等互悬，才搁拔落来伫涂骹，得米仔做的米箩实在袂堪这色，而且做米箩的师傅搁愈来愈少。这项100年的传统，恐惊着安尼消失去，所以中县市着找杨成辉老师来开课，教乡亲做米箩。叫老师来教，家己做米箩，连工若歹，嘛用修理。看这个大人囡仔真足在听老师讲解，这么有路的功夫，大家拢真骨力在学习，甚至有人学甲真有兴趣，搁要甲老师学破得米啊。自愿后礼拜开始，就要对我来学破米啊，就开始会当编迄个米箩的技术。几百年的传统，讲要等米箩的活动吼，都延续。就是对主编这个，就是一直有一个想要学的这一个心愿。看到济乡亲这么用心，老师是感觉真欢喜，嘛真甘心。望透过这个免费的课程，会当把这变米箩甲拔米箩的文化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德产乡的德产国小，长期拢会带囡仔做干部，对基本生态、科技到社会议题拢有，互囡仔教囡仔安怎去找资料、加报纸、整合资料了后，训练囡仔独立思考的能力，嘛建立囡仔主动学习的习惯。甲这本家己做的册现互开，囡仔兄甲平常时上喜意的海洋生物塔库画伫咧内面，再佮甲有描写塔库特性的文字打伫咧边啊。我以前不知道章鱼有几个头脑，后来跟老师做简报之后，才知道章鱼有9个头脑。屏东县德产乡德产国小的学生，伫咧老师的带领之下，思考家己所关心的社会议题，透过读大量的书，伫咧网络查资料，再佮对报纸和杂志，甲有讲到相关的资讯，拢甲加落来，整合做一本册。这阵德产国小的囡仔，佮伫咧109年屏东县国小的加报纸歌手比赛，取得正好的成绩。这一次有特优的作品跟优选的作品，我觉得小朋友表现出的是综合能力。我们从女性的角度出发，还有就是减塑爱地球的部分。老师照学生的年级，带因超找无共领域的议题，包括语文、自然科技和社会，以学生个人的兴趣引导因思考、纠正和整理，培养因独立思考甲主动学习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外国移工若是来台湾，爱先居家检疫14天。不过即马是发现讲，有中人也是有业者为着要省钱，颠倒把这移工带去外县市较俗的防疫旅馆去住。安尼，这个县市真正有需要人就住无，所以有地方即马是要按算讲要限制外县市来申请。移工入来台湾做工课，爱先居家检疫14天。若工厂用移工大部分袂敢若有1-2个，若是在地住宿费用有较悬，有一寡中人或者是头家人想要省钱，就去其他县市申请，颠倒互当地头家人找无检疫旅馆。收的案件里面，大概有半的案件，其实在外县市工作的工朋友都到台中来做居家检疫。台中的在地的部署，其实他们要引进移工，他们其实找不到防疫旅馆，或者说防疫旅馆的价格会因为需求量大，会变成价格负担变得比较高。
因为烦恼无法度负担检疫的需求，台中为8月中禁止外县市申请，也若高雄市是7月中就禁止，因为因禁止进前收到的申请案有2/3拢毋是在地人。在搭配资源之前，我们也必须先满足我们在地的一个需求。当我们高雄市的能量有余裕的时候，有余量的时候，我们当然会来协助外地县市。但是在目前为止，可能我们在相关的资源搭配上面还是有我们的限制。县市政府有个人的考虑，劳动部顶一日发函，希望大家当互相合作到小径，嘛表示会持续甲地方沟通。居家检疫的地点是由雇主或者是中介公司自行去寻找的，那他们可能就会容易受到价格的因素的影响，会往中南部去走。那我想这个部分都会持续在跟县市政府再来做沟通。另外，劳动部门嘛发现讲，有一寡头家人想要省钱，用透天或者是高一栋的宿舍做居家检疫的场所。高雄市劳工局表示，申请普遍体检的时阵，敢若有较少个案有符合资格，大多数因为动线无符合条件，去用替行。提醒头家人为着防疫安全，也是爱谨慎选择防疫场所。记者综合报道。今年3月份新版的工厂管理辅导法实施了后，环保团体就开始检举各县市新增加的农地违建，严格检举超过150件，只有1件家己拆掉，其他的照理来讲，应该爱甲因断水断电，严格拢无。环保团体就质疑讲，地方甲中央当地互相杀责任，根本就无人要解决问题。就是立隆公司，那立隆公司是我们那时候2017年所检举的。工厂，那这是一个塑胶工厂。中华县的环保团体用手机直播公布，因2017年就开始检举的农地违章工厂，迄当阵敢若是抑搁伫起，毋过现主时已经第4期的正式营运。我们从立隆这件事看到，从一开始地方政府王惠美不想拆，然后前任的县长魏明国也不想拆，然后到现在中央，因为地方政府不是还期待中央能够来处理，但是我们又看到中央又踢回去了。踢到地方政府，我们看到中央也不想拆。环保团体检举违章工厂，佫毋若1件。自从今年3月份新版的工厂管理辅导法开始了后，因伫咧各地累计检举超过150件，毋过敢若1件家己拆掉。就算讲各县市客在人力不够是其中一个原因，毋过环保团体认为讲，县市首长的态度绝对会去影响到执法的力头，佫有成效。新北市和台中市是目前2个做的在拆除上面有成绩的。为什么新北市做得到呢？简单来说，我们去访问过之后，新北市的督发单位拆除大队是跟我们说，最主要还是来自侯友宜市长的支持。那我们也可以从他们的经费和人力上面来看到这个支持。环保团体指出，尤其是中华县新增加的违章工厂要甲6000多间。桃园市新增加2700多间，但是根据经济部的统计，这两个县市拢无派人去拆除新起的违章。若是经济部嘛无代替断水断电，经济部的官员是回应讲，县市政府接到检举了后，有一定的行政流程爱处理，所以袂伫这个阶段就介入。不能一下子就结合到检举就把它断水断电了，那个程序不是这样。那所以就是说，后续的行政作业大概会花多久的时间？花多少时间要看地方政府的人力物力啊。毋过环保团体认为讲，即马这个阶段是工护法修正了后，拆除新起违建的黄金时期。若是地方甲中央记载因发展，过来时间若是有到，未来所产生的问题会更较歹收煞。记者综合报道。世界真心息，咱镜头来去意大利。意大利受疫情影响最多，威尼斯真侪文化活动拢冻点。当地真介意看电影的人，即马有想出一个好办法，互大家坐伫船仔顶看电影，安尼时就当保持社交距离，而且电影票真手气，一时啊就卖了了。伫威尼斯运河边的大荧幕顶头，直直放电影、放音乐，下骹坐伫船顶，真侪观众伫拍破啊！威尼斯最近虽然解封，不过观光客依然无亲像以前遐尼多，真侪电影院依然是关的。民众就要保持社交距离。有爱看电影的人想到学汽车电影院的方法，叫大家坐船看电影，也真侪人来参加。Noi non ci aspettavamo assolutamente una risposta così dalla città. Si parlava appunto durante il lockdown di città morta, ma in realtà mi sembra più che viva, perché in pochi minuti abbiamo messo a disposizione i biglietti a mezzanotte pochi minuti sono finiti tutti i biglietti. E quindi non ce l'aspettavamo proprio. 威尼斯运河透四季真方便，
发电水上电影院正适合。当日头慢慢落山，天色愈来愈暗，浪漫的气氛起来时阵，真侪人规家伙啊，或者是甲一寡朋友做阵坐船，享受会当做伙又阁袂甲人挖伤挖的活动。 L'emozione è fortissima per chi ama il cinema, poterlo vivere sull'acqua, fare un drive-in a Venezia per la prima volta in Italia, in un posto che è pieno di storia, bellissimo, quindi grande. 威尼斯受到疫情影响，真侪文化活动被迫取消。当地艺文人士希望借由这边的水上电影院活动，会当重新带动这座古城的活力。伫这么疫情有较稳定，威尼斯影展也确定高价要办。记者综合报道。 南韩网络霸凌事件对演艺界已经拖到体育界，有一个前排球的选手7月底伫厝内行底路想袂开，那亲像是甲网络的霸凌有关系。因为伊前一阵仔表现了不好，互网友笑。3月份的时，伊无理由离开球队，若伫7月份就传出不幸。比赛翕的相片变做心碎的遗憾。 南韩前职业排球选手25岁高友敏7月底被发现死伫厝内，调查了认为是自殺。亲友认为伊伫咧球队甲网络互人霸凌，才想袂开。 리베로가 아닌데 왜 나한테 이렇게 욕을 하는 거지? 내 포지션 딴 건데. 그래도 이 정도면 그냥 넘어가 줄 수 있는 거 아닌가? 약간 조금 그런 생각도 많이 들었어요. 그래가지고 막 거기에 시달리다 보니까. 高友敏因为伫咧球队内面换位表现无好，互网友恶意攻击，讲拍无好抑阁整容，伊3家离开球队退役，无想讲就发生意外。体坛怎么出现反霸凌的声音？希望国会立法禁止选手被恶意评论。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member and table tennis gold medalist Yoo Seung-min urged the National Assembly to take action. 国会拍算要立法，加重停发网络受训言论。立考网站 Naver 伫咧8月底宣布，永远关闭体育新闻评论功能。正经南韩艺人自杀 ，Naver 就把关闭娱乐新闻留言，并且提出数据讲，甲1月比6月恶意评论数量减少53%。不过南韩宣传部认为，虽然立考网站的留言减少，不过声明是转到其他的社群平台，恶意攻击并无消息。 警方的数据也显示，同款趋势。2020年顶半年，网络诽谤加侮辱的举报数量有到8000件，比去年增加5.6%。要减少网络霸凌，恐惊唔是关评论就能解决。记者综合报道。 南非东部的阿哥阿湾是全世界上大乌卡徛鹅休困的所在，嘛是观光景点。不过离休困地无到5公里的海面上是货船咧加油的加油站。虽讲政府甲航运公司拢讲无要紧、无影响，不过环保团体甲专家即嘛是真烦恼。警告讲，若准无细致发生大规模的漏油，安尼着害啊！ 南非东部的阿果亚湾，拄好伫咧正壮观的生物潜沙路线，真侪海洋生物伫咧遮做物件遮甲繁殖，这也是濒危的乌卡徛鹅的故乡。全世界有一半乌卡徛鹅拢住伫咧遮。最近开始有船伫咧附近海域补充燃料，环保人士发出警告。 We want to protect our biodiversity and put Algoba out there as an eco-tourist destination, and we can't do it with the risk of oil spills, endangered penguins being oiled. 装燃料的作业就是伫咧公海由一只船替另外一只船加油，省时搁省钱。2016年开始有船伫咧遮作业，不过这个那3间公司有合法的加油执照。2017年到2019年就发生过几多件小规模的漏油事件。过去30年，当地徛鹅的数量减少超过60%。有专家担心，万一若发生严重的漏油事件，一寡野生动物恐惊全部拢会消失。 Any oil spill would really affect that population. Knowing that there's half of the world African penguin in the bay, in Algoa Bay, having bunkering next to the world's largest colony is just nonsense. 负责监督船装燃料的南非海事安全局，讲已经进行过必要的资讯协商加环境的研究，尽量做到安全无问题。We need to sustain the protected area. But we need to use th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the economy. And there is a balance there. And that is the balance that we keep navigating. 阿果亚湾地区有超过4万的居民，拢是靠旅游业伫咧生存。若真正发生大漏油的事件，造成生态破坏，
乌家客户无去，旅客无来，当地居民的生活也会出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风台梅沙外围环流的影响，北部、东北部有短暂阵雨，嘛有可能会上大雨，而且爱细日单雷公甲强阵风。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5度；外岛的温度是27度到36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将真顺心，明仔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主任。最近主任足无闲，爱传足济物件要去拜拜。咱今仔日要讲的是台湾重要的民俗活动，就是普渡。普渡汉字写作普渡，罗马字写作普奥普。倒乌渡，普第2条，渡第7条。普渡是一款祭拜鬼魂的民俗，有鬼月普渡甲做醮普渡。咱今仔日要绍介的是鬼月普渡。在台湾，一般的人认为7月时会开鬼门，所有的孤魂野鬼拢会伫即阵放出来，爱传敬米，甲因拜拜。化解因的怨气，才袂伫人间难散来。这就是鬼月普渡。中原就是旧历的7月15，嘛会讲7月半。即天差不多，逐个所在拢会举办中原普渡，有公普甲私普2款。公普就是庙普，咱讲拜7月半，伫庙举办。私普除了同业，同家就是家庭伫门口拜拜，叫做拜门口。拜拜时，逐项敬米拢爱插一筒香，拜煞烧银纸，烧经衣，和好兄弟有食，阁有领。通常拜好兄弟会伫暗道下骹放新的面盆啊，底清水，边仔放纱文、面布。起面、起糕、螺啊，和好兄弟洗肠。7月时人讲有一寡代志唔通做，亲像唔通走去耍水。听讲水鬼伫7月会掠交替，台湾的海边常在有暗流，就爱洗哩哦。阁有唔通考试听讲考试会甲好兄弟考来。安尼，因就会来找你嘿。讲到中原普渡，我想到一句俗语：7月半鸭，唔知死活。这句俗语是咧形容人憨憨、酷酷，像7月半的鸭同款，唔知代志大条啊。溜普渡敬米，7月半中原考试7月半鸭，唔知死活。其实咱若存好心，
甲好兄弟互相尊重。这月时啊，慢免伤紧张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